刘公公，我认为，这个冯太医除了感恩报恩之外，一定也有自己的野心。他一定是看出来，表面天真的果真，其实是个前程远大的厉害角色，所以，他才敢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果真绑在一起。一定是这样。可是，光凭这一点，想替德妃娘娘翻案是不够的，我们还要查出更有力、直接的证据，这样才能禀报万岁爷。是啊，刘公公现在是否相信娘娘是无罪的呢？本公公现在相信的是，果真是后宫最可怕的女人，她比灵珠还要坏，还要可怕。我们跟她斗，必须加倍的小心，否则，洪大人，你和我都有性命之虞。在果真进位皇贵妃之前，我们要揭穿她，越快越好。董阿是在郊外，真有悔罪表现？不是跟皇上禀报过了吗？董阿是每天看书写字，严守规矩，有悔罪的表现。你不会还认为朕判错他了吧？皇上圣明无比，皇上怎么会错判呢？奴才当初反应激烈，也是因为有扣扣的原因。可是董阿氏的罪行证据确凿，奴才是不得不信呐。奴才心里面真是万分震惊，万分难受。你以为朕心里就好受吗？朕心里也难受啊，朕心里比你更难受。来，坐这儿来，陪朕说说话。这奴才看得出来，皇上比奴才还难受。英格尔，对不起，因为扣扣跟董阿氏的关系，朕不得不把他也赶出宫去。朕希望你能理解朕，不要怪朕。皇上，奴才怎么会怪皇上呢？奴才知道，扣扣也有连带罪行，奴才当然不能娶她了。可是，奴才还真想再见扣扣一面。我都已经10几天没见到扣扣了。你跟扣扣的事情已经结束了，你跟扣扣不会有结果。你还去见他干嘛？皇上，我知道我跟扣扣之间成家的事情是没戏了，可是我的心我的情还在扣扣那边呢。您就算是让我死心，那我也得有个过程，是不是啊？奴才恳请皇上，让奴才去见扣扣吧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？直教人生死相许，天南地北双飞客，老翅几回寒暑。别说了，奴才就要说，皇上，这首词就是奴才现在的心境。奴才每天都痛苦的心里面特别的难受，特别的刻骨铭心。皇上，奴才去看看扣扣，也是帮您去看看董阿氏。我去看看他最近都在干什么，回来以后好向皇上详细的禀报。
皇上。好，朕答应你，朕让你去见寇寇。不过你给朕听好了，朕放你去，是因为寇寇，不用你替朕去看董鄂氏。朕不想知道他的任何消息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我皇上发誓，绝不会让小婉失望的。一定不会让小婉失望的。根据鹰统领的讲述，皇上对娘娘并未忘情啊。情是未忘，但圣旨已下，万岁爷已经认定娘娘有罪。德妃娘娘不能跟万岁爷见面，也和不了好啊。公公查到果真和冯太医之间的关系，这已经是有些进展了。咱们应该穷追猛打，再接再厉，争取在冯太医和云儿身上找到口子。姐姐，我也觉得我们应该在冯太医和云儿身上打主意，让刘公公和英格尔密切监视冯太医和云儿，这样看从他们的身上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。如果果真想杀人灭口，这样我们就监视冯太医和云儿，这一点是行不通的。我早已经想过了，果真是何其聪明的人。冯太医和云儿又对他极其忠心，果真应该不会对他们下手的，所以这一点是行不通的。原来姐姐都想过了，那这条路肯定是行不通了。娘娘说的没有错，冯太医和那个云儿，一旦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们定会舍命保住，想从这里打开缺口，困难啊。从这方面下手，恐怕是事半功倍，不太可能有大的收获。想让果真这样的坏人露出真面目，老夫反反复复地想过，还是想不出好的办法呀。洪大人足智多谋，连洪大人都想不出好办法，那这个事真是难了。再难也要想。我们必须在果真进皇贵妃之前揭穿她。果真最后的目标一定是皇后之位，我们不能看着她一步一步的得逞，那将给后宫带来巨大的灾难呐！姐姐，果真的这件事儿，你觉得真的是董小婉害的吗？说起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果真，姐姐已经感觉到了，如今这个小小的果真，日后怕是会变成一个皇后的劲敌。姐姐，姐姐你怎么了？姐姐，董小婉自尽了！董小婉自尽了！
知道的，并非蒙冤，但还是想等过几个月放他一马，让他回江南，或者去云南跟他圆圆姐相会。谁知道答卷已经不想活了。万岁爷，您不要太难过。万岁爷对董小宛已是仁至义尽，皇恩无边。董小宛，这是自觉有罪，良心负疚。他这样做，也是一了百了，解脱最深了。最深。皇上，其实董小宛的事情，臣怕皇上发怒，没敢如实禀报。董小宛，她在获罪之后，对皇上一直心存怨恨和不解。她曾经对寇寇说过：“皇上这么爱我，为什么他会相信兰贵妃的话，不相信我呢？还这么狠心的把我赶出宫去，永不赦免呢？”万岁爷，董鄂氏就是在这一点上想不通，这也是他自尽的重要原因。原来董小宛至死都对朕心怀怨恨。皇帝，董小宛的后事也尽量从简，动静越小越好。好，就按照皇额娘的意思办吧。把董小宛就按照普通妃子的遗志安葬吧。这件事，额娘和刘光才商议过，把董小宛当妃子安葬，还是影响太大，有损皇家颜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之前灵珠那么大的罪，皇额娘，您都给她了一个那么体面的葬礼，如今为什么您就不能给小婉同样体面的葬仪呢？为什么？皇帝，你搞错了。额娘疼董小宛，那是真疼。董小宛的事，让皇帝难受之极，也同样让额娘难受之极。如果皇帝坚持要把董小宛按照妃子的规格安葬，额娘也没有话说。但董小宛跟灵珠不同，灵珠生来就是皇室的人，董小宛是汉女，现在又是重罪的身份，处置不当，会引起更大的非议。最重要的是，董小宛生前留有遗愿，希望像一个民间女子一样下葬。遗书？什么遗书？遗书在哪儿啊，皇娘？刘光彩，万岁爷，太后娘娘说，怕万岁爷看了难受，说万岁爷就不用看了。
皇帝对董小宛情犹未尽，既是如此，就请皇帝尊重董小宛的遗愿吧。好，就按照小婉生前的遗愿办吧。选择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安葬她。小婉生前最喜欢环境优美的地方。过段时间，朕要去看她。皇帝，董小宛的事不用在前庭后宫宣示了，后宫可告知的人就限于皇后和果真吧。果真是受害人，这件事她应该知道。什么？董小宛，她自缢而亡了？这怎么可能？真的太突然了。贵妃娘娘真是菩萨心肠啊！董鄂氏用这么可怕的手段加害娘娘，娘娘还为董鄂氏流泪，这太让奴才感动了。公公你不懂，本宫跟董小宛毕竟有一段姐妹之情，她死得那么惨，死后连个葬仪都没有。本宫听闻后，真是心酸之极呀。贵妃娘娘，你太善良了，难怪万岁爷和太后娘娘对你如此的疼爱。万岁爷和太后娘娘最喜欢你这样的善人好人，最痛恨董鄂氏那种暗藏野心、最终暴露的歹人恶人。娘娘，再过几天，您就要荣进皇贵妃了。奴才为这皇贵妃位终于有了正主，欣喜不已呀！公公，本宫是德浅才薄，公公您才是大德大能，这往后本宫还要多仰仗公公的指点和关照才是。多谢娘娘，奴才能够伺候孝忠娘娘这样的主子，这是奴才的福分呐。刘公公，这董小宛何时入土啊？万岁爷的旨意已经传过去了，现在应该正在入土吧？哦，那刘公公一会儿可要过去看看。奴才是要过去的。奴才向娘娘禀报了消息以后，奴才这就走了。公公，本宫想让云儿代替本宫去看看董小宛，顺便和她说两句话。本宫想对董小宛说，本宫其实一点也不恨她。本宫希望董小宛能在另一个世界好好跳她的舞，唱她的歌，像鸟儿一样自由自在。哎呀，娘娘，你把奴才的眼泪都给感动出来了。
娘娘真是说以德报怨，这都是轻的。菩萨，娘娘就是活菩萨呀！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？你要扣扣我怎么活呀？姐姐，你让扣扣，你让扣扣怎么活呀？姐姐，奴才见过娘娘。公公快请起。谢娘娘。贵妃娘娘，再有5日，万岁爷就要下旨晋娘娘为皇贵妃了。后宫的制衣局正在为娘娘制作2套皇贵妃的盛装，已经差不多了。奴才刚才已经看过了，漂亮的不得了啊！奴才已经严令制衣局对娘娘皇贵妃的盛装一针一线，必须精致无比。若有半点马虎，必问重责。多谢公公，有劳公公费心了。等本宫穿上这皇贵妃装之后，本宫定会重赏公公的。谢娘娘。娘娘，奴才做了个梦，梦见了佛祖。佛祖对奴才说，再过几日，娘娘就要成为后宫之主了。是吗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娘娘。奴才细想，最近董鄂氏迫害娘娘的阴谋没有得逞，而罪人董鄂氏的下场又极其悲惨，这都是佛祖显灵，保佑了娘娘啊！奴才深深地感悟到，娘娘真是天意吉祥之人呐。刘公公，你可真是说到本宫心坎上了。本宫还想着这几日就去进香还愿呢。是啊，刘公公，娘娘说了，等娘娘晋升为皇贵妃之后，就去法源寺进香还愿呢。好啊，好啊，法源寺好啊，名寺古寺，灵得很。不过，娘娘想进位后再去进香，这选择的时间……怎么？公公觉得哪里不妥？公公的意思是……娘娘，奴才觉得娘娘进香的时间还是应该定在娘娘进位皇贵妃之前，一来更显诚心，二来也可以提前消除董鄂氏的阴影，这可以保以后的顺畅，万事通达。公公的话也有些道理。本宫这就去慈宁宫请旨，这进香事宜就有劳公公安排了。万岁爷和太后娘娘都是潜心敬佛，娘娘进香，万岁爷和太后娘娘一定是非常赞许和高兴的。奴才查了一下，后天便是进香吉日。好，那本宫就定在后天去法源寺进香吧。
刘公公，麻烦你。这。娘娘，香进完了，该到里面许愿了。好。娘娘进去许愿，身边不宜有外人，奴才跟云儿就不进去了。那也好，云儿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。你们都到偏殿等候。佛祖在上，俗子果真虔诚敬佛，动用手段除掉董小宛，实属万般无奈。他就不该进宫跟我争宠。果真对佛许愿，待果真修成正果，定会翻新法源寺，重塑净身。果真，果真，你来了。果真，你怕什么？你逼死我，现在却怕了。你别走，我还有话没跟你说呢。你作恶多端，今天我是来和你说清楚的。佛祖，我刚才仿佛听见董小宛冤魂的声音，她的冤魂一定还没有走，请佛祖将她速送轮回之道吧。果真，我们姐妹一场，你怎么会这么恨我？你没有求佛祖拉我入极乐世界，却要把我打入无限轮回的苦海，你好狠！你是鬼吗？你是鬼？是啊，我是鬼魂，我是特意来找你的。云儿，快来人呐！果真，果真，别叫了。你现在是在阴间，跟阴间的鬼魂说话，阳间的人是听不见的。董小宛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就算做了鬼，我果真也不会怕你的。果真妹妹，我知道你的胆气很旺，倘若你胆气不旺，怎么会用那么阴险狠毒的手段害我呢？董姐姐，本宫的意思是说，你已经输在本宫的手上，本宫可没有害你。你今天落到这个下场，全是你自找的。是吗？果真，我告诉你，人到了阴间，便什么事情都一清二楚了。你是如何害我的？你犯下的所有罪行，我现在都一清二楚。可是，姐姐你知道吗？这鬼魂呐，在阳间成型的时间特别短，所以你很快就会消失完蛋的。即便是消失，我也要听你说出你犯下的全部罪行，否则我会跟你纠缠不休的。可是董姐姐刚才不是还说，本宫的胆气很旺吗？所以你就不该和本宫再纠缠不休。
你不是说你什么都知道吗？那你倒是说出来呀！你说呀！严格儿，这是什么人呢？你怎么能随随便便带人来呢？啊！皇上，凭什么？英格尔非要把朕拉来，说这里有惊天动地的大事。我也是临时起意，我觉得今天的情况，如果让皇上亲眼所见的话，一定会更有说服力，而且也能减轻咱们的欺瞒之罪。洪师傅，这里有什么惊天的大事？皇上，真是惊天大事，德妃娘娘她复活了。果真，佛祖说你罪孽深重，你应该向佛祖坦诚你的罪孽，求得宽恕。本宫有罪？本宫才没有罪呢，有罪的是你。你就是应该到阴间好好的去忏悔。本宫可是大福之人，佛祖会保佑本宫的。你不敢承认吗？你不敢承认的话，就让我来替你说吧。果真，你害我之心由来已久，你见不得皇上对我的宠爱，所以你就对我心怀怨恨。只是你太善于伪装，你蒙骗了皇上，蒙骗了太后娘娘，也蒙骗了颇识人心的董小宛。你实在是演技太好了。你说呀，你接着说呀。哼，你怕了吗？你接着说。董小宛，你出来，你出来说呀！那我来说说具体情节。这次害我，是你跟冯太医一手精心谋划的。你在茶杯里下了很重的毒药，只不过你事先服用了解药，所以你能在计算好的时间里醒来。在麦西停止的那一个时辰里，简直是你的神来之笔、精彩之处。本来皇上和太后娘娘就对你颇为宠爱，见你险些死过去，便对你所说的深信不疑。我对皇上说，冯太医是你的合谋，皇上根本不信。可皇上哪里知道，你阿玛救过冯太医他们一家。冯太医不仅是要报恩，他也是想借你之力来实现他当首席太医的野心。我说的对吗？董小宛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说呀，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阴间，到了阴间便什么都知道了。果真，你为了自己的野心，竟然亲手害死自己肚子里的孩子，你实在太狠毒了！你胡说！我没有害死自己的孩子，全部都是你逼我的。是吗？你最厉害的一招，不就是跟冯太医配合上演了割腕自杀的好戏吗？让皇上和太后娘娘对你所说的深信不疑。你的演技还真高啊！董小宛，你真是个魔鬼，你就是个魔鬼！你还知道什么？我知道的可多了。再来说说蝴蝶案吧。蝴蝶案，那是索尔纳和灵珠害本宫的。你又想说什么？蝴蝶案其实不就是你亲手策划的吗？只是碰巧灵珠也想用毒蝴蝶来害你，但是蝴蝶的毒性根本不能将你肚子里的孩子害死。你肚子里的第一个孩子是被你自己亲自下手毒死的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这件事情只有冯太医和云儿知道。你告诉我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果真，你用几只毒蝴蝶就能扰乱后宫，不仅害死了你肚子里的第一个孩子，
也得到了皇上和太后娘娘的怜爱，弄得后宫大乱。你要的目的也全部达到了。厉害啊！你果然厉害，你就是个魔鬼。不对，你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宫，你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怎么知道的？果真，你糊涂了吗？我说过你在阴间，是鬼魂在跟你说话，人到了阴间便什么都看清楚。你以为你自己聪明到了极点？你别忘了，举头三尺必有神明，做了错事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果真呐，你坏事做尽，以后每月的这一天，就来向佛祖忏悔你的罪行吧，求他宽恕你的罪孽，或许你还有救。董小宛，本宫马上就要晋升皇贵妃了，本宫很快就要成为这后宫的正主了。王爷，你是活人还是死人？董小宛，你在装神弄鬼。你没有死。打开殿门！刘公公，你来看呐，这个董小宛，她是装死，这是欺君之罪。你们还站着干什么？还不把她抓起来！兰贵妃，你的戏该结束了。怎么着？你们还敢抓本宫不成？本宫马上就是皇贵妃了，信不信我禀报皇上，把你的头全部砍下来？我现在就亲自把你押回皇宫。来人呐，在，把他带下去。你要干什么？不可以抓本宫！走，不可以抓本宫！走，不可以抓本宫！不可以抓本宫！带走！放开本宫！洪师傅慢走，今天的事真是谢谢你。洪大人，一锤定音呐！德妃娘娘终于洗刷了冤情，这是真相大白了。哎，英格尔这家伙跑哪儿去了？英格尔啊，哼，估计啊跑到皇上那儿邀功去了。刘公公，英格尔不是这样的人。扣扣，你可真傻，刘公公在跟你开玩笑呢。啊，哦，洪师傅，小婉担心皇上会不会不相信果真有罪啊？啊，事情的真相大白，证据确凿，皇上不能够不相信呢。德妃娘娘，我跟洪大人到书房去议议，看怎么向皇上禀报。您先休息一下吧。
相信，前世今生不了情。爱已似酒浓，恨别惊醒，前缘天意注定。没人如此皇上怎么会在这儿？那公子多情，爱已醉过酒蒸笼。小婉，皇公子让小婉受委屈了。今日皇公子来，是想小婉赔罪的。皇公子有罪，朕有罪。朕不求小婉姑娘能够原谅，朕愿意由小婉姑娘狠狠的惩罚。皇上，你不要这样，小婉不怪皇上，你别跪着，你快起来，快起来呀！娘娘，刚才皇上去了法源寺，果真的罪行，皇上亲耳听到了。小婉，还记得皇公子当初跟你说过吗？皇公子对你的爱是千年不遇的爱，是夫妻之间那种互信、互敬、互相平等的爱。可是我皇上失言了，我皇上不明真理，不听你的话，还定了你的罪。皇上，所以皇上有愧，皇上辜负了小婉，皇上对不起小婉。皇上，你就惩罚朕吧。皇上，你别这样想，小婉没有怪过皇上，小婉真的不怪皇上。那个果真那么乖巧可爱，谁能看得出她有那么深的心机呢？小婉平日里跟他最好，都没有看出来，更何况是皇上呢？小婉心里是难受，小婉觉得皇上没有护着小婉，也没有相信小婉，可是小婉没能理智地跟皇上解释，所以错在小婉身上，不怪皇上。真的不怪皇上。为什么你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扛呢？这明明是朕的错，是皇上的错，你为什么不怪朕呢？啊！你知道你这么做，朕会无地自容的。朕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，你知道吗？打朕吗？你骂朕吗？你打朕吗？你只有这样，朕才能舒服，朕才能痛快。皇上，皇上。小婉怎么忍心打皇上？皇上打自己，万一打伤了，心疼的是小婉呢。德妃娘娘的冤情得到了清洗，这多亏了洪大人呐！洪大人不但是皇上的恩师，更是皇上和娘娘的恩人呐！哎，刘公公这么说，真是折杀老夫了。老夫做事完全是站在皇上的立场，
信臣子之责，哪里有刘公公说的那么严重啊？哎呦，洪大人，您真是自谦啦！皇上这顿自责之后，我相信世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离间他们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是上天的意愿，不要皇上和娘娘分开呀，这真是华夏之福啊！对，华夏之福，华夏之福啊！原来果真才是真正的罪犯，他藏得太深，演技太高了。太后娘娘，果真已经被臣关押起来了，他的贴身侍女也已抓了起来。可惜啊，冯太医服毒自杀了。金太医证实，那些毒药中有蛇毒。看来这个冯太医真是果真的帮凶。他服毒自尽，说明他心中有鬼。审云儿了吗？臣亲自审问了果真的侍女云儿，云儿亲口招认，果真所言完全属实。德妃这冤罪受得太大了。太后娘娘，臣只能说德妃确实了不起。皇上，老臣跟英统领和刘公公谁都不相信德妃娘娘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，所以联手合力对付果真。臣等对皇上有欺瞒之罪啊！小婉，你认为朕该如何处置他们？皇上，小婉认为，他们虽然有过，但也有功，功过相抵，这功劳好像还大一些呢。你们三个胆子可真够大的。如果你们这么做，德妃她仍然没有指认出果真的罪行，你们三个可都是杀头之罪啊！不过，朕鉴于你们都是为朕着想，是朕的忠臣，朕不怪你们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小婉是这件事的主谋。起来。谢皇上。洪师傅，你们也坐吧。谢皇上。请。皇上，小婉也是迫不得已，被逼无奈，所以才想了这么个法子，弄出这么大个局。你不用说了，朕都知道。你这个局要比果真那个局更大，更悬。你用你的证据击败了果真的邪局，你用你的智慧击败了果真的狡诈，你用你的善良击败了果真的邪恶。你对朕的爱经受住了考验，朕委屈了你，伤害了你，朕对不起你。你还纠正了朕的错误，还帮朕和皇额娘揪出了后宫中最可怕的人。总而言之，朕只想对你说一句话：皇长此生能有小婉陪伴，足矣。姐姐，果真被抓起来。是，这个人怎么能这么可怕？真被抓起来了。
是点醒了妹妹。皇额娘，臣妾给皇额娘请安。起来，起来吧，孩子。这次真是让你受委屈了，额娘对不住你。皇额娘，你千万别这样讲。小婉是遭人陷害，而且还连累皇额娘跟着小婉操心。来，快坐下。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额娘想到这些，心都碎了。皇额娘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小婉知道皇额娘心疼小婉，小婉以后一定好好孝敬皇额娘。好，你回来就好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皇帝，明天审了果真后，皇帝打算如何处置果真呢？皇额娘，果真为了自己的野心，手段居然如此恶毒，陷害小婉一案，更可以说是登峰造极。他还拿朕的孩子来做赌注，让小婉受了那么大的冤屈。皇额娘，最让儿子痛恨他的是，他竟然欺骗了皇额娘，欺骗了儿子那么久，所以儿子认为果真之罪必须凌迟处死。果真死罪无赦，这个额娘没有异议，但死的方式，别让他那么痛苦吧。儿子明白。果真，你已经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。昨夜英格尔和刘光才已经审问过你的侍女云儿，她的口供跟你的口供一样，可见你的招供是实话。皇上，罪人如今已经是死罪无赦，罪人发誓，罪人今日说的话不会有一句假话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必真。果真，你做的件件事情，真让哀家震惊之极。就说那件蝴蝶案吧，皇帝和哀家查了那么久，替你疼了那么久，结果居然是你做出来的蝴蝶案。灵珠的毒蝴蝶，不过让事件增加了一分曲折。你真是太敢想，太敢做了。你的演技真是太好了。果真，你把整个过程再跟皇额娘详细的说一遍。是。当时果真在屋子里面跳舞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冯太医几次诊视后，说胎儿保不住了。罪人害怕会受到皇上和太后娘娘的责骂，更想借此机会大做文章，一来可以扰乱后宫，
先是罪人是受害者，二来，其实你那几打听到了，慈宁宫正在审果真，不过消息还没有传出来。云儿全招了，姐姐，你万万想不到，果真第一个孩子是她自己毒死的。什么？不过这个孩子原本也留不下来的，果真是利用这件事情做文章，达到他自己的目的。那慈宁宫的蝴蝶毒案也是果真布的局，跟别人没有关系。这个果真，我们还以为他是个小可怜，万万没想到他如此狠毒，还隐藏得这么深，想想都觉得脊背发凉。德妃，我有一句话要问你，你是怎么识破我的蝴蝶案的？自从被你害了之后，我便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会用什么样的手段。你作案的手段有个共性，就是自己对自己下毒，自己对自己开刀。慈宁宫的蝴蝶下毒案其实是你自己所为，让皇上心疼你，更加宠你。果真你真是精于算计，你算准了有些人可能害你。蝴蝶一案根本就是你的谎言。厉害，你真是厉害，败在你手上，我也不算冤。果真，现在朕要问你跟皇后的关系，你必须如实回答。是皇上，果真绝对不会在皇上面前说一句假话的。你跟德妃是假亲近，你真正亲近的人是多纳皇后。当你从嫔升为妃后，多纳就跟你最亲最好，是不是？是这样。那你做的所有事情，多纳知情吗？孩儿，以本宫跟果真的关系，对本宫很不利呀。孩儿，你说果真不会乱咬本宫一口吧？娘娘，奴婢不知道，这果真做的事儿，神鬼莫测。他真的是神鬼莫测呀！他要是临死前咬本宫一口，那本宫不就惨了吗？哼！多纳，他竟然让你监视德妃，他还像个皇后吗？皇帝先别发怒，皇后的做法，以哀家看，还算在可以理解的范围。果真说了，不管是蝴蝶案，还是他后来害德妃的案子，皇后都丝毫不知情，她并非同谋罪犯，这点皇帝必须清楚。皇后娘放心，儿子绝不会给皇后乱加罪名。果真，你告诉皇帝和哀家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在犯下这些可怕罪行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好，果真今天就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吧。果真进宫之后，这后宫的嫔妃们，每个人都瞧不起果真，就连跟果真最好的多纳皇后，她也只是把果真当成一个可怜虫一样，可以随时的教训教导。可是果真知道，果真比他们都聪明，比他们都优秀，也比他们都爱皇上，甚至可以为了皇上舍命。果真想，凭借对皇上的爱和对太后娘娘的孝顺，
果真一定能一步一步成为后宫之主，也一定可以为太后娘娘打理好后宫，会真心的服侍皇上。都是董小宛，都是因为他，自他进了宫，便抢走了皇上。孩儿，本宫觉得皇上会废后，皇上会废了本宫，立董小宛为后。不会吧，娘娘？果真不会反咬娘娘。再说，娘娘可以一切都不承认，娘娘又没……太后娘娘，皇上，果真自知已是死罪，果真不祈求活命。果真把心里话全部都说出来，然后来这引以为戒。果真，你知道吗？是你自己害了你自己。你跟灵珠是一样的，你们的野心太大了，全都想要做后宫的正主，谁挡你们的路，你们就害谁，置他于死地。只是，你比灵珠更聪明，也比灵珠更狡诈，所以朕的意思，你们都应该杀无赦，陷害后宫嫔妃，手段极其残忍阴险，本当立即处死。朕念你服侍朕多年，对皇额娘也挺孝顺，朕法外开恩，赐你白绫。皇上，臣妾有话要说。你是不是要向朕为他求情？果真如此恶毒害你，绝不可以饶恕。对，皇上，臣妾想请皇上赦免果真的死罪。朕知道你心地十分善良，但是宫里有宫里的规矩，果真已经犯了死罪，绝不可赦。德妃娘娘，果真是死罪，这是万岁爷和太后娘娘共议之圣裁，且不可因为娘娘心软心善而放过这个罪人。皇上，臣妾并不是无视宫中的律法，臣妾是真心觉得果真可以免死。哦，那你就说说你的理由。你不用跪，起来说吧。是，臣妾多谢皇额娘。皇上，皇额娘，臣妾认为可以赦免果真的死罪，是因为臣妾有2个理由。第一个理由，是因为果真对皇上是真情，这和灵珠有很大的不同。灵珠是纯粹的野心驱使，而且后来她对皇上已经怀有恨意，并且有逆天之举。果真害臣妾是因为爱皇上，她是想独自拥有皇上恩宠，以至于走火入魔，被欲望所害。这第2点，臣妾和果真也曾经姐妹一场。虽然果真陷害臣妾，让臣妾蒙冤，
但臣妾相信，现在他心里是有悔意的。臣妾请皇上赦免果真死罪。启禀皇上，刚才德妃娘娘的一番话，有情有理，有依有据呀。先前老臣也认为果真是十恶不赦的死罪，但是刚才德妃娘娘所指出的2条理由是很有道理的，臣恳请皇上赦免果真死罪。皇帝，哀家没想到德妃能求情。皇帝是怎么想的？好，朕同意德妃所请。果真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朕决定废除你的贵妃之位，从今日起打入冷宫，永不赦免。果真叩谢皇上，叩谢太后娘娘。皇上，果真还有几句话想跟德妃娘娘单独说，求皇上恩准。皇上，臣妾也有话想对果真说。董小宛，你为我求情免死，你以为我会感谢你吗？我没想过要你感谢我，我只求公正，只求皇上皇额娘心安，也求自己心安。心安？我现在已经被打入冷宫，永不赦免。你是想看我生不如死吧？我是真心想保你的命，当皇上说赐你白绫的时候，我是真不愿意接受。你不是希望我遭到报应吗？那现在怎么又变了？是啊，当我知道是你对我下毒手的时候，我是真心希望你得到报应。可是我看到了你眼里的泪水，看到了你对皇上的真情，那一刻我突然想明白了，你做这一切应该是为了得到皇上的宠爱。你之所以这么恨我，也是因为我抢了皇上，抢了你的爱。所以想到这些，我觉得我可以原谅你的一切。真奇怪，最懂我的人居然是你。在你用肚子里可怜的孩子害我，想用他争位的时候，我想你心里一定很难过吧。